最近这礼拜，高雄港区有出现一只海猪，当民众看到了后，赶紧通报相关单位。海保署即马是研判讲，这只海猪有可能是肉鱼啊，无就是对船啊收入港。即马嘛已经赶紧通知港厝附近的船啊，速度就要放好班，才袂去弄到这只海猪。看到一只海猪伫海底游，12月中昼伫高雄港区内底，有民众发现这只海猪活动力是真好。结果发现民众表示，这几站仔拢发现海猪游入来港区，不过这无一定是好代志，因为海猪有可能会不小心互船弄到，嘛是真危险。今天的在11点到12点，对，它陆陆续续就浮上水面这样子，还有注意到就给它顺手就拿相机给它拍下来，怕会被我们的船的螺旋桨搅到。海保署嘛随接到通报，派巡查员去码头巡查，目前敢若观察到一只海猪尔，研判是超齿海猪，伊游动是真正常，并无客刷现象。其实海保署伫初3甲初8嘛发现海猪出现伫港区，不过也是无法度确定敢是同一只。从目前所取得的影像来看，专家判断的结果应该是属于超齿海豚，但是因为它的影像还不是那么清楚，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判释是不是属于同一只海豚，或者是以前曾经在高雄港出现的海豚。其实海猪是甲定动物，不过这阵仔敢若发现过一只海猪出现伫港区，嘛是真奇怪。海保署是研判，可能是因为海猪肉鱼棍，也是甲船做伙入港。目前应该继续观察海猪的动态，嘛呼吁民众若是发现海猪，千万唔通搅了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